不积闪。我们快速蜕变，在稳健中持续壮大，不断进化，更大更好。元大银行，台湾的眼睛，凝视。听讲那个娘家大王子是不是够办法？无毋对，大家拢爱知影，高血脂会影响到高血糖，高血糖嘛影响到血脂。目前一点做到调节血糖、调节血脂，不能延缓衰老，拥有3项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娘家大王子，这几项货场我对健康 OK。娘家大王子0809-06888，0809-0668888。相信用尽总有关键的时刻，我一定做好，团结生活大家，台湾民众为支持林志。